大家好啊！今日 Party Live 帶大家嚟到四季酒店，因為鄺美雲會喺呢度展出由佢親自設計、價值上千萬嘅名貴珠寶。想知道有幾靚？即刻帶大家去現場睇下。鄺美雲搞珠寶展，一眾明星好友梗係嚟支持啦。顧老闆你好啊！咦，今日就嚟支持朋友啦喎！我哋好朋友，大家要互相支持。係嘅。我想知道咧，其實珠寶咧 design 除咗嚿石本身，其實側邊嗰啲配套形狀係咪都好重要？重要㗎，因為有啲好靚嘅寶石，但係如果你鑲個款鑲得好唔靚咧，我覺得嗰個係一個敗筆嚟嘅，即係你可以破壞晒成件事啦。即係一個好嘅寶石咧，係需要一個好嘅設計，先至能夠令到佢當佩戴嘅人擁有佢嘅時候咧，係會好欣賞嗰件作品啦。哇！咁快主人家就出場接受傳媒訪問啦。咦？睇佢一身翡翠首飾，再襯綠色晚裝，唔驚撞色咩？佢就話啦，原來只要粒翡翠夠靚，撞色仲可以突出首飾嘅高貴感覺啊！其實咧，翡翠咧俾人嘅感覺咧，可能係成熟穩重嘅人會配。咁其實係唔係嘅咧？其實我覺得所有嘅珠寶，鑽石又好，寶石又好咧，都係襯衫嘅。我今日咧係安排咗一位20歲嘅外國嘅模特兒，係戴一套翡翠，係話俾大家聽，其實翡翠唔係成熟嘅人嘅專利，年輕人都可以戴。因為其實佢套衫嘅顏色係好襯套翡翠，所以戴上係好靚。所以我想話俾大家聽咧，青春都可以戴翡翠嘅。入到會場，又到咗令人期待嘅 Catwalk Show 啦！大家睇下一眾 model 幾咁高貴。而全場焦點梗係放喺熊黛林同埋佢戴住嘅過千萬珠寶身上啦。阿 Lin 你好啊！咁我知道啦 ，Colly 咧為度身訂做呢一身珠寶過千萬嘅，而家着住呢一身珠寶咧嘅感受係點？好靚啊！同埋好特別、好精緻咯！你可以見到嗰啲鑽石好靚、好閃，同埋呢個好特別嘅蜻蜓嘅設計咧，同埋你知道佢嘅寓意咧，你會更加愛上呢隻錶嘅。佢寓意住好似愛情咧係應該有少少距離感嘅，冇成日黐埋一齊，好似蜻蜓咁樣若即若離咁樣，同埋要細水長流嘅。你認唔認同？我覺得都好講得好啱嘅，因為成日黐埋一齊咧，好快嗰種激情咧就冇咗㗎啦。需要有少少空間俾自己啲空間，咁有少少自己嘅生活啦。我覺得咁樣先至會有啲神秘感咯。咁你呢排靚咗咁多，其實有咩心得？你點解靚咗咁多嘅呢排？真係？係啊，睇哇容光煥發喎。可能係有個希望自己可以揾到一個好錫自己嘅男仔，有個希望都係好嘅，都係會靚嘅。大家識做啦，唔該晒。其實咧，點為之一個好嘅 party 咧？好簡單嘅啫，有靚女睇，有靚 show 睇，仲有好嘢食。今日呢個 party 齊晒，所以係 good show 嘅。咁我飲杯咖啡先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。